亞摩廉執教曼聯總成績9勝7平17負，淨勝球係-14啊！而執教曼聯嘅恥辱之戰啦，包括亦都有上個賽季英超第17輪啦，24年嘅12月22號，曼聯主場0-3不敵般尼茅夫，主場啦係俾般尼茅夫零封 B 費加拿祖失機會啊！上個賽季嘅英超第19輪24年嘅12月31號啊，曼聯0-2不敵紐卡素，曼聯全場只有1次嘅射正，遭遇當時嘅4連敗。上個賽季嘅英超第32輪25年嘅4月13號，紐卡素4-1擊敗曼聯啊！呢個賽季亦都遭遇到紐卡素嘅雙殺，而比英迪亦都係送禮。季後嘅友誼賽25年嘅5月28號，東泉明星隊對住曼聯係1-0贏波啊！緬甸嘅前鋒一球致勝，臨時拼湊嘅球隊都能夠搞掂你曼聯。而新賽季嘅聯賽杯第2輪呢25年嘅8月27號啦，格林士比2-2逼平曼聯，點球12-11擊敗啊！曼聯喺79年嚟都仲未擊敗過呢支球隊，俾英乙嘅球隊淘汰出局。仲有就係新賽季嘅英超第6輪9月27號嘅19點30分啦，賓福特主場3-1擊敗曼聯啊！小蜜蜂亦都創造咗隊史紀錄，連續4個主場對住曼聯都能夠保持不敗。